看用这个车用的电池，还有小型的马达、小型的抽水机啊。它这个水沟的水啊，不是很干净。如果轻一点的话啊，可以抽的比较好。然后这个才不会这个杂物啊、粉尘啊堵在那个入水口。看看哦。好，来看看抽的水。电力也要够，电力也要够才有办法抽得出来。怎么还没有抽出来啊？有按开关了呢。再看。哦，你看有，如果抽得顺的话，应该水是很大的呢，除非那个电池的电不够。可能，你看，或者是那个入水口有杂物堵住，抽水都不容易。或者是这个电池的电力已经不太够，你看，小心这个线不要扯断。它放的地方啊，粉尘太多了，粉尘太多也会容易造成那个吸不太上来。你看，粉尘太多了，造成那个抽水没有办法抽得很大。如果清水的话，那个水量是很大的哦。